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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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大早就开例会，小楼还真忙啊。咕噜咕噜咕噜。大帝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竟然是这样！不行，得跟上去看看，绝不能让小楼误入歧途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野狗？约会？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？咕噜咕噜。骨头游戏？不可原谅！咕噜咕噜咕噜。还算有担当，先不干涉了吧。啊，又缺帮手了吗？小楼，这是？这才是你的目的吗？不好！小楼，大帝都跟我说了，你生前受的那些苦，但是人类有好有坏，我们不能以一概全。也许你现在听不进去这些话，罢了，你不想听，我就不说了。放心，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我会照顾你的。有兽小剧场。本集中，小楼收集骨头是为了做什么呢？工作、好玩、造三头犬。回答错误，你怎么就知道玩啊？地狱三头犬。在古希腊神话中，科尔伯洛斯是冥王哈德斯看守冥府入口的看门狗。这狗有3个头，十分凶恶。据说它的口水流到地上就会长出有毒的乌头。在著名的赫拉克勒斯12功绩中，最后一个任务便是捕获科尔伯洛斯，可见这狗有多难缠了。